揭開迷霧，係咪就可以睇清真相？今日嘅節目，我哋從一本小說開始講起。呢本小說嘅名叫做《陰獸》。呢本小說係推理大師江戶川亂步喺1928年發表嘅變革推理代表作。小說圍繞住大江春麗同小山田正子之間嘅愛恨糾葛，編織出一幅充滿咗妒忌、慾望同背叛嘅心理迷惘。亂步以佢細膩入骨嘅筆法，將人性深處隱藏住嘅嗰隻陰獸，以及嗰啲壓抑嘅瘋狂同黑暗，描繪得淋漓盡致，令人不寒而慄。只不過就喺陰獸小說發表之後嘅4年，喺現實當中竟然發生咗一單同小說情節驚人相似嘅命案。呢一單就係我哋今日要講述嘅日比津無首事件。如果你中意聽奇案、怪案、懸案，又或者未解之謎，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 撳叮叮鐘。1932年2月8號嘅晏晝4點左右，喺名古屋日比津野寺野合，亦就係而家嘅中川區日比金町一處養雞嘅小屋裏邊，發現咗一具年輕嘅女性殘缺屍體。呢單案件震撼咗成個名古屋地區，成為當時轟動一時嘅命案。呢間養雞嘅小屋嘅主人名叫做中島茂三郎。平時呢間小屋由茂三郎嘅大仔中島幸一負責管理。由於當時天氣已經好凍，幸一已經足足成個禮拜冇去打理呢個養雞嘅小屋。當日佢嚟到小屋查探情況嘅時候，一開門就聞到一陣非常奇怪嘅惡臭。呢種氣味唔同於以往嗰種雞屎嘅腥臭味。幸一馬上揞住個鼻，震騰騰咁行入小屋深處，就喺挨近牆邊嘅一堆稻草下邊，佢突然見到一隻蒼白瘦弱嘅手臂喺稻草裏邊伸咗出嚟，僵硬而且冇晒生機。幸一當堂嚇到全身飆晒冷汗，幾乎企都企唔穩。佢跌跌撞撞咁衝出咗小屋，並且報咗警。警方好快脆就趕到現場，對小屋進行咗封鎖同勘查。經驗豐富嘅警員喺揭開稻草之後，亦都被眼前嘅景象嚇到講唔出說話嚟。稻草之下冚住嘅係一具年輕女性嘅屍體，因為受害者着住一套印有傳統花紋嘅明星和服，但係個頭就已經唔知去咗邊。而且呢，受害者嘅胸部係被切除咗，腹部亦都被切開，下體被切除，屍體嘅四周圍仲殘留住被鮮血浸染過嘅痕跡。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喺屍體隔籬發現咗2把刀，其中一把刀上高仲黐住有好似皺紋一樣嘅指符。好明顯呢單係一單兇殺案嚟。隨後警方馬上成立咗調查本部，並且全面展開調查。值得一提嘅係，呢間養雞嘅小屋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佢位於當時名古屋著名嘅中川遊國後街附近。所謂嘅遊國呢，係江戶時代開始設立嘅官方許可嘅紅燈區。喺呢個區域之內嘅遊女係受到法律所管控嘅，佢哋係被許可喺特定嘅建築物裏邊提供性同其他嘅服務。中川遊國係名古屋地區好有名嘅地方嚟。後來名古屋16區當中嘅中川區嘅地名亦都係由此得嚟。1958年麥春防治法正式實施之後，全日本嘅遊國被慢慢咁冚晒。而今呢啲區域就已經融入到現代城市嘅景觀之中。由於案發地挨近到風月場所附近，所以警方初步懷疑死者可能係個遊女，又或者係同相關行業有所接觸嘅。喺跟住落嚟現場勘查當中，警方喺小屋裏邊發現咗一對皮革嘅短靴，一對女士嘅木屐，一件白色針織嘅襯衫，以及一串來歷不明嘅佛珠。此外，喺小屋外邊嘅水溝當中，警方仲發現咗個被遺棄咗嘅包袱，裏面有幾封情書，收件人個名叫做曾淵倉吉，仲有張年輕女子嘅相，以及一份寫咗曾淵倉吉個名嘅保險證。呢啲嘅物品為調查工作提供咗關鍵嘅線索。
當晚，警方通過死者嘅身高、體型、穿着嘅特徵以及現場遺留落嚟嘅物品等等嘅線索，好快脆就確認咗受害者嘅身份。佢係附近一間蔬菜店嘅二女，只有19歲嘅吉田麻江。根據吉田家屬嘅回憶，吉田喺案發前嘅3日，亦即係2月5號就已經失蹤啦。屋企人好心急咁四周圍揾，但係都揾佢唔到。根據認識吉田嘅親友描述，吉田性格文靜順從，喺高等小學畢業之後咧，佢聽從父母嘅安排，專心咁去學好新娘嘅技藝。吉田嘅母親含淚回憶話，佢係個好溫柔嘅細路嚟，對邊個都好好相與，尤其非常尊敬長輩。大約喺3年前，吉田就開始喺附近嘅縫紉課室嗰度去學嘢。佢好勤奮咁學縫紉技術，四周圍個個都睇得到。吉田希望自己能夠掌握縫紉技術，為未來嘅丈夫去縫製和服，裝點幸福嘅家庭。而吉田嘅師傅呢，個名叫做梅野。呢一位梅野師傅唔單止係一位手藝精湛嘅縫紉師，份人亦都好和善，待人非常親切。喺嗰段時間裏邊，吉野幾乎日日都往返於梅野嘅屋企。喺學習嘅過程當中，佢亦都同梅野嘅老公慢慢咁熟悉。而梅野老公個名就係叫做曾淵倉吉。曾淵倉吉亦就係包裹當中信件嘅收件人，當時已經44歲。佢係個經驗好豐富嘅皮革工匠，曾經喺名古屋嘅一間皮革工廠度做嘢。倉吉呢個人身材瘦削又矮細，但係咧生得個樣就好後生嘅，喺同年人當中顯得係比較年輕。喺鄰居嘅眼中，呢個曾淵倉吉份人雖然好溫和，但係咧就好少講說話，性格有啲內向。而佢老婆梅野足足比佢大咗13歲。結婚之後，兩夫妻生活得好平穩，從來唔會同任何人有拗撬。不過由於兩公婆年紀比較懸殊，所以好多人啊覺得佢哋有啲唔係咁襯。梅野嘅身體狀況一直都唔係幾好，並且喺案發前嘅1年，其實已經病逝咗噶啦。而就喺案發之前嘅幾日，呢個曾淵倉吉亦都突然之間失咗蹤。呢個情況就引起咗警方嘅高度懷疑。結合吉田被害嘅時間點以及佢同倉吉之間嘅關係，警方將倉吉列為咗重要嘅嫌疑人，並且發佈咗通緝令。隨後，警方圍繞案發現場展開咗大規模嘅搜查，重點區域包括養雞小屋附近嘅嗰片荒地，以及位於油國西邊名叫做油里池嘅池塘地帶，試圖去揾屍體缺失嘅部分，又或者揾下有冇遺留嘅其他物證。只不過搜查工作並冇得到實質性嘅進展，而與此同時，警方仲從現場發現嘅信件以及倉吉嘅社會關係着手去調查。根據了解，自從老婆死咗之後，倉吉就已經辭去咗原本嘅工作，情緒亦都變到越嚟越消沉。而出於對恩師梅野嘅感情，吉田始終冇中斷同倉吉之間嘅聯繫，並且主動咁去照顧起佢嘅生活起居。好多嘅鄰居亦都曾經親眼目睹過呢兩個人舉止有啲親密嘅，甚至懷疑佢哋之間嘅情感已經超出咗普通嘅友誼。從遺體隔離發現嘅情信亦都證實咗呢一點。19歲嘅吉田同大概25歲嘅倉吉之間似乎有住隱秘嘅感情瓜葛。情書裏邊所寫嘅內容展現咗吉田對倉吉嗰種複雜但係又真摯嘅愛意。或者咧，係得到吉田嘅鼓勵，倉吉曾經嘗試重新振作，開始新嘅生活嘅。1931年嘅年尾，倉吉離開咗名古屋，去東京歸戶嘅一間皮革店嗰度做嘢。但係喺第2年嘅新年過後，佢就翻嚟名古屋。呢一點同吉田信中嘅內容係相符合嘅。信中寫到12號係去世嘅老師梅野嘅忌日，請務必翻名古屋一趟。我想認真咁幫老師做一場法事。根據呢一點嚟推測，倉吉今次翻嚟好可能就係為咗同吉田一齊去悼念亡妻。倉吉喺翻到名古屋之後，一直暫住喺小真町嘅一位朋友嘅屋企。
只不過喺2月4號中午就離開咗，然後仲徹底咁失埋蹤添。警方喺佢住嘅地方冇發現佢攜帶有大件嘅行李，又或者留低任何字條交代行蹤。由於案情實在殘忍，現場又留低咗好多詭異嘅痕跡，呢單案好快脆引起公眾嘅高度關注。2月9號，愛知縣地方報紙新愛知刊登咗關於案件嘅消息，社會輿論亦都開始圍繞受害人同嫌疑人之間嘅關係不停咁去炒作。面對外界嘅猜疑，吉田嘅母親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強調，佢個女為人正直、明辨事理，絕對冇可能同倉吉有啲咩男女關係。佢堅信個女之所以會慘遭毒手，好有可能係拒絕倉吉嘅求婚而遭到對方嘅報復。2月11號，距離無頭女屍被發現已經足足過咗去3日。呢一日嘅晏晝3點40分左右，一個遊船嘅船夫好似往時一樣開住佢嘅船靠岸，準備喺犬山橋附近揾處岩石食午飯。而當佢行上岸邊嘅時候，佢就留意到前邊有個水凼，呢個水凼有啲唔妥。呢個係個大約60公分深嘅水凼，水面有種好詭異嘅紅色。佢行埋去一睇，竟然發現有個慘白嘅人頭正係漂浮喺水中。漁夫馬上報咗警。頭顱發現嘅地點呢，係位於川山町，亦即係而家嘅川山市境內。距離發現屍體嘅地方直線距離足足22公里。而呢一度係以犬山城同木曾村遊船而出名嘅，係一片風景優美嘅熱門旅遊勝地。警方趕到現場之後，馬上對現場進行咗仔細嘅勘查。呢個頭顱冇頭皮同埋頭髮，雙唇同埋下巴剝落，眼同耳仔都冇晒，甚至冇辦法辨認呢個人頭嘅性別。警方懷疑到水凼同河流係唔相連嘅，四周圍有明顯嘅血跡，由此判斷呢個頭唔係從上游飄落嚟，而係有人專登棄置喺樹。喺距離水凼幾十厘米嘅地方，散落住7條銀色髮卡，一副損壞咗嘅黑色墨鏡，一條紫色嘅絲帶，同埋一支紅色嘅鉛筆。除咗頭顱之外，警方冇發現受害者屍體嘅其他部位。而隨後，法醫係通過牙齒嘅特徵確認，呢個就係吉田嘅頭顱。無頭女屍嘅頭顱喺木曾村被發現，呢個消息又再次迅速咁登上各大報紙頭版。搜查本部亦都隨即將調查嘅中心從名古屋轉移到咗犬山。由於人頭係喺河邊被發現，警方亦都曾經考慮會唔會係倉吉帶住個人頭跳咗落河呢？不過喺木曾村嘅下游冇發現到佢嘅遺體。根據調查，倉吉離開嘅時候身上帶住嘅現金唔多，所以佢唔行得遠，活動範圍有限。隨後，警方喺名古屋同犬山兩地之間發佈咗協查通告，並且借助報紙向社會徵集目擊證據。而喺跟住落嚟嘅1個月裏邊，好多人聲稱話見到倉吉着住同失蹤嘅時候相同嘅衣物出現喺名古屋站、名崎電鐵沿線以及犬山站嘅附近。仲有人話佢曾經潛入到山區嘅民宅嗰度去偷嘢食。而相關嘅目擊報告唔單止嚟自愛知縣，仲一路延伸到去岐高縣以及中山道沿線一帶。根據呢啲線索，警方推測倉吉喺殺害吉田之後，先係搭乘室內電車去到名古屋鎮，然後再換乘名崎電鐵喺犬山橋站落車，隨後將個頭拋咗喺木曾川河嘅附近。而至此，呢個潛逃喺城中嘅逃犯就令人聯想到4年前所發佈曾經引發過轟動嘅奇怪推理小說《陰獸》。雖然案件本身同小說冇任何直接嘅聯繫，但係由於兇手同樣被描述為不露面嘅偏執隱居者，就好似小偷一樣匿埋，好似蝙蝠一樣潛藏起上嚟嘅男人，所以呢一單事件好快脆就被媒體冠以現實版陰獸事件呢個名頭，成為咗獵奇犯罪嘅象徵。喺之後嘅1個月落嚟，
犬山一帶動員咗大約200人，展開大規模嘅山區搜索。市民警覺性不斷咁提高，不過就始終查唔到陰獸倉吉嘅下落。1932年3月4號，搜索行動全面停止。只不過離奇嘅係，就喺第二日，亦就係3月5號，呢個逃亡者倉吉就以一副面目全非嘅樣被發現。今次發現佢嘅，亦都係一個船夫。當日晏晝大約2點半左右，呢一位船夫正係為即將到嚟嘅旅遊季做準備。佢嚟到作為觀光旅遊中途休息站點嘅一間茶屋嗰度進行打掃。不過，當佢拱門行入屋嘅時候，就發現屋入邊嘅橫梁上居然吊咗一具披散住長頭髮、個樣好詭異嘅男性屍體。個船夫當堂被嚇到魂飛魄散咁滯，佢馬上報咗警。屍體嘅膚色已經變成咗紫色，並且發出咗腐臭嘅味道。呢個男子身上着住背心同大褸，外邊罩咗件紅色嘅女性內衣。佢戴住棕色嘅手套，隻腳着住橡膠長靴，大約1米長嘅長頭髮唔係個男人自己，而係佢將吉田嘅頭髮連埋頭皮一齊，好似假髮咁戴喺自己嘅頭上。屋入邊有張凳，凳上有個木製嘅盒，盒裏邊整齊咁擺放住吉田屍體缺失嘅部分。警方仲喺呢個男子右邊嘅袋裏邊發現咗2粒眼核珠，而左邊嘅袋嗰度呢，就有對耳同埋一封信。從內容嚟睇，似係倉吉寫俾吉田父母嘅信。信裏邊寫到話：我要帶佢去群馬縣高崎度生活。高崎對於倉吉嚟講係佢嘅故鄉，佢或者幻想同吉田喺嗰度開啟新嘅生活。喺茶屋嘅簷篷底下，仲揾到類似用嚟削皮嘅西洋剃刀。另外，警方喺佢身上揾到16錢5厘現金，大約即係相當於而家嘅200到300 yen 咁上下。屍體隔籬仲擺放住2月5號嘅晚報。呢個男子嘅背心裏邊收埋咗老鼠藥。從現場嘅物品同埋男子嘅體貌特徵，警方好快速就確認呢個男子就係增淵倉吉。從已經掌控嘅線索嚟推測，倉吉喺殺咗吉田之後冇幾耐就嚟到犬山，佢嘅目的係揾一笪可以安息嘅地方。呢間茶屋距離吉田頭顱被發現嘅岩石唔夠200米。由於而家係旅遊嘅淡季，咁啊為咗防止有人偷偷地入去，早喺案發之前其實已經封鎖咗呢間茶屋噶啦。所以就算喺四周圍展開搜索，呢間小屋亦都會成為盲點嘅。倉吉留低咗吉田嘅頭顱以及部分嘅遺物喺岩石上高，就似乎係幫佢舉辦咗一場簡單嘅葬禮一樣。而佢自己就選擇喺附近嘅小屋當中結束生命，同吉田相伴。當然啦，而家案發嘅現場呢間小屋早就被拆除咗，成為咗觀光巴士嘅停車場。而喺呢個停車場冇幾遠開外，依然有一磚古老嘅石地，葬面朝向嘅係木曾村。喺之後嘅調查當中，增淵倉吉嘅生平慢慢浮出水面。佢嘅人生係充滿咗坎坷。倉吉喺群馬縣出世，不過佢並冇受到任何嘅祝福，事關佢係佢母親同情人嘅一個私生子。喺生落咗倉吉之後，佢阿媽就拋低咗家庭，同情人私奔咗。咁唔單止導致倉吉要去到12歲先係擁有戶籍，亦都成為佢屋企人眼中多餘嘅人。倉吉嘅童年生活非常艱難，佢冇讀過任何正規嘅學校，就連食嘢着衫都難以保證。有個親戚回憶話，倉吉係個好陰功嘅細路，冇人會關心佢。成年之後，倉吉就成為咗皮革學徒，並且熟練咁掌握咗剝皮嘅技術。倉吉對自然同山岳非常崇拜，佢尤其崇拜長野縣同埋岐高縣交界嘅玉岳山，曾經多次去嗰度參拜過。佢經常對朋友話，山係神聖之地，人嘅靈魂終歸都會歸於大山。
倉吉憑借住皮革手藝喺東京淺草開咗間店鋪。幾年之後，佢哋同個女子結咗婚，並且生咗個女。倉吉似乎終於迎嚟咗穩定嘅人生。點不知1923年9月1號嘅關東大地震摧毀咗一切，佢辛辛苦苦一手一腳建立嘅店鋪瞬間化為灰燼，而屋企人亦都喺呢次地震當中喪生。失去咗一切之後，倉吉獨自開啟咗流浪嘅生活。根據佢一個朋友嘅回憶話，地震之後倉吉就好似變咗個人咁，已經唔似以前咁溫和，仲開始瘋狂咁去磨練皮革嘅技藝。大約喺1年之後，倉吉輾轉嚟到名古屋，就同大佢13歲嘅梅野結咗婚。佢喺附近嘅皮革店嗰度打工，而老婆梅野就開設縫紉教室。喺大家印象之中，倉吉為人親切，對工作充滿熱情。只不過佢內心深處似乎隱藏住不為人知嘅黑暗。雖然倉吉嘅生活好似係步入咗正軌咁，但係由於梅野嘅身體每況愈下，所以縫紉教室最終都被迫關閉。大部分嘅學生逐漸疏遠，唯獨是吉田始終如一咁經常嚟探望梅野，甚至開始照顧倉吉嘅日常起居生活。根據梅野嘅護士回憶話，吉田就好似親生女咁，日日都會嚟探望梅野，幫梅野梳頭換衫，等佢可以忘記病痛。吉田嘅善舉喺鄰里之間傳為佳話，而倉吉對吉田嘅感激之情亦都慢慢轉變成為咗愛慕。1931年嘅秋天，梅野因病離世，佢嘅遺體按照梅野嘅遺願捐獻咗俾醫學研究機構。而詭異嘅係，倉吉係全程睇晒解剖嘅過程，佢表情冷漠，就好似係喺度觀察緊另外一個世界嘅事一樣。有人推測話，倉吉之所以會被大自己10幾歲嘅女性所吸引，或者係將佢當成係自己已經失去咗嘅母親作為替代品。有精神學家推測，木曾川發源於日月山，而倉吉之所以會將吉田嘅人頭擺喺河邊，或者就係希望佢嘅靈魂能夠歸於嗰座神聖嘅大山。而佢帶住吉田嘅頭皮，隨身攜帶住佢嘅眼核珠同耳朵走向死亡，似乎係渴望同佢融為一體，並且借由死亡完成一場永恆嘅結合。呢一單案嘅詭異程度令到調查人員都覺得相當棘手。由於倉吉已經死咗，所以好多嘅細節都冇辦法完全查得清楚。不過佢嘅行為無疑係對愛嘅一種極端扭曲嘅表現。喺昭和初期嘅日本，戀愛嘅觀念同現代好唔一樣。一段發生喺43歲嘅男子同19歲女子之間嘅感情，受到社會偏見同經濟困難係障礙重重嘅。倉吉細個嘅時候就已經被母親所拋棄，成年之後又遭遇到關東大地震，再加上兩任嘅妻子先後離佢而去，呢一切嘅痛苦都將佢推向絕望嘅邊緣。而呢一單無頭女屍事件，亦都成為咗昭和初期最令人震驚嘅案件之一。直到而家，呢一單案件依然以其殘忍同詭異嘅手段令人難以忘懷。呢單案件揭示咗倉吉內心深處嘅情感變化，亦都描繪咗愛同瘋狂之間模糊嘅界限。喺案發地名古屋同犬山市，或者早就已經冇辦法揾到當年案發嘅痕跡，唯有木曾川嘅流水依然喺處流動，並且承載住90幾年前嗰段令人震驚嘅記憶。揭開迷霧，真相大白。如果你中意聽奇案怪案懸案，又或者未解之謎，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 撳叮叮鐘。我哋下期再見。